为了安平渔光岛、渔光路甲月牙湾之间的防风林是林务局管辖，水面映着大树有余光望游森林之称。不过，这款的美景看伫地远间中却相当烦恼，因为这摆风台早来雨量，防风林积水的深度已经到腰，甚至风台过后到达上低所在也有80公分。原本实景节目伫这大景要拍片的只好煞位。而这几天风台过后，已经吸引不少游客到这，嘛希望爱赶紧整理好环境，避免生亡塘。地方的主管也是必须说要稍微给他做一个砍除一下，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有啦，只是说时间的问题这样子而已。每次都会有来做一个清除的动作。怪手甲乌开啊，所以水一定下一半。啊，因为伊的下伊这高度有限嘛，啊，所以剩了差不多还剩他30公分的水，就要等他伊慢慢来湿利安尼。啊，所以我是讲吼。应该是比如讲市政府还是林务局应该是这方面看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有办法的想这办法看咱解释。啊，无这水用遐久其实尤其近这个登革热问题也真侪安尼啦，系哦。啊，尤其你像近开始伊个树枝树叶伫水中浸久有一个酸臭味，有感觉无好片啊。里长进一步表示，渔光路全长1.8公里，只有南边有500公尺切高，岛内到达拢无排水系统，包括渔光国小、水福育儿中心嘛拢中水，要求政府单位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你像今仔瑞府就搁较好啊，因地下湿气又搁淹水啊，所以应该是。比如讲渔光小围界，南边你的经费要够，南边先啊做，或者渔光分校、瑞福中心、古堡网球场，包括迄台车的排水量，伊会当甲排出来伊的错误嘛。是安尼讲，我感觉定定发生代志啊，政府阁要来做这代志咧。渔光岛已经是观光热点，干那清理环境，就需要有够嘅人力甲资源，所以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全力协助。带来新闻，阮及采访报道。